多谢主人相救！快快请起，不用多礼了，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走。铁索桥被人砍断了，怎么过去呀？大家往后退，往后退。玉婆，借我剑使一下。主人，你要小心点儿。大家在这儿歇一歇，我去前面看看。贼婆藏宝的地方到底在哪里？说不说？林道主，有话好说嘛。说，你这样对一个妇道人家，会不会太无礼啊？我出手一定要轻些，千万不能再杀人了。臭贱人，再不说我打死你！段公子，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。说不说？你知道当初这帮臭贱人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吗？风水轮流转，我今天让这帮臭女人知道我的厉害。叫你嘴硬！我乌老大岛上有17种刑具，我要在这帮臭女人身上一件一件的慢慢试。说呀你！哎，我听说黑石洞岛上的刑罚比我们的厉害，不妨让大家开开眼界。对呀，让大伙来比划比划，看哪一道的刑罚能把这群贱人整得最惨。是不是还等着你们的童老来救你们呢？别做梦了，你们的童老已经被他的师妹李秋水给杀了。老大这是谁的吗？老贼婆死了！胡说八道！尊主武功盖世，普天下谁能杀得了他？你编了这鬼话来骗我们！
不过是想套出生死符的解药藏在哪儿。鬼话！我是亲眼所见，你们的童老已经在西夏国都城外送了命。不信，你看，那是什么？李秋水把童老剁成了8块，我是随手捡了1块。你仔细看看，是真是假？看呐，你们看清楚！你真不够意思，害得老子急着要赶。就算他老人家先去了，你们的生死符照样解不了。1年之内，你们个个都要受尽折磨而死。你给我仔细听着，你要再不说出来，我先送你上路。臭丫头！臭丫头，说！再不说，我让你尝尝生死符的厉害！说！小秋！童老，我们是童老回来了！童老，在哪儿呢？别鬼鬼祟祟的，让包大爷来看看你的武功。哎，三哥，这家让给我来领教天山童老的厉害。三哥、四哥，多谢英雄相救。不用，不用。你们是军天部的姐妹吧？正是。你们阳天、朱天、昊天的姐妹已经到了接天桥边，你们赶紧派几个人过去接她们吧。多谢相告，走去接应八部姐妹。你们赶快坐下歇息，坐下歇息。童老，别躲躲藏藏的，我和你风四爷就在这儿，有本事出来，我们等着接你的招呢。就凭你们2个，也敢在这儿撒野？呀！小和尚，你捣什么乱？慕容公子是这样。哎，吴老大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小和尚，童老来了吗？哎，吴先生，你刚才不是说童老已经仙逝了吗？再说，我现在也不是什么小和尚了，哎呀，说来惭愧。童老到底死了没有？是谁派来的呀？你先放开我！童老他却已仙逝，他的遗体已经运到了接天桥边，待会儿大伙儿就可以一同见到他的遗容了。小僧来这儿是给童老办后事的，各位都是姥姥的旧部，我劝各位不要再积怨恨，以前种种的什么仇怨就一笔勾销，好不好？一笔勾销，你们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这么说呀？各位，就算跟童老真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他人都死了，就不要再怀恨了吧。口口声声老贼婆，未免也太难听了吧？哎，吴先生说的对，童老确实死在他师妹李秋水的手下。哎，人生如梦幻泡影，姥姥她老人家虽然武功盖世，最终也难免功散气绝。
化作黄土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。吴老大，放开！再不放开，我要你的命！好小子，算你狠！我吴老大记住今天的事儿。吴老大，来日不论你出什么题目，接着就是了。哼！这不是王姑娘的画像吗？哎，可惜我没有这么一幅王姑娘的画像。日后和她分手，朝夕和画像相对，倒也可以稍微相思之苦啊。小秃驴，老贼婆临死之前都跟你说些什么？你是问姥姥临死之前说过些什么？对。他说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大笑了3声，然后就咽气了。什么他妈的不是他，哈哈哈呀！他到底说了些什么，臭小子？这位前辈，你提到他老人家的时候，最好稍存敬意，不要胡言乱语。我就要骂他老贼婆，怎么样？我砍死你！阁下为何出手偷袭我？这位小兄弟怕是唯一知道如何解生死符的人了。老兄要是一时兴起把他杀死，众位兄弟身上的生死符催起命来，老兄如何交代？老子要杀就杀，关你屁事！小兄弟，孔老临死之前，除了说不是他和大笑3声之外，还说了些什么？这个，小兄弟，孔老到底说了些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卓不凡一定不会亏待你。哎，你当真不说？不好说。我这门派中，就只老夫孤家寡人一个。自会剑门3代62人，33年之前，便给天山童姥杀得干干净净。这些人武功了得，我得想办法把他们招到我的门下，日后广府打燕国就更有实力了。小兄弟，我这几招剑法传给你如何？卓先生，童老的遗言只跟我一个人有关系，还跟另外一个人有关系，但是跟在座的各位实在是没有半点关系。你的剑法虽好，我不想学。快追！竹剑，你先从密道回离旧宫，把机关打开，封死厅门，把这帮探贼一网打尽。记住，大厅里有个叫虚竹的，是我们的新主人。去吧。好。哎，这个小兄弟，你的心事我全知道。郎才女貌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这样吧，由我全力主持，将这位姑娘配了给你做妻房，即刻在此拜天地。今晚
便在灵鹫宫中入洞房。周先生，您误会了，您千万别误会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何必怕羞呢？这事儿包在老朽身上。段公子，王姑娘，你快躲开，让我打他一阵子。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你居然不自量力，来做护花之人。小兄弟，看中这位姑娘的人可着实不少啊！我先动手给你除去一个情敌，如何？哎，不可！段公子，你怎么样了？段公子，我希望你和慕容公子百年齐眉，白头偕老。卓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位段公子是好人，你不可以伤他的性命。段公子，母亲，段公子，哎，你的伤是皮外伤，2、3天就好了。王姑娘，你是为我流泪吗？我段誉有今日，就算他在自我实践，也是值得的。臭小子，你太多事了！啊，别！哎，卓先生，别跑！卓先生，卓先生，卓先生，别打了，不打了！小僧行事鲁莽，还望先生海涵。佩服！不，佩服！不，对不起！站住！灵鹫宫这地方是你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的吗？奴婢迎接来迟，请主人恕罪。姐姐快请起！奴婢逐诫禀告主人，现在灵鹫宫的大门已封闭，各处机关均已启动。这些大胆造反的奴才如何处置？请主人发落。臭小妞，发什么野？你嘴巴最好放干净点。三哥，你没事吧？妈的，灵鹫宫的人下手真硬，要不是我躲得快，我这胳膊就完了。快，别让他们跑了！你们这2个叛贼，还不乖乖扔下兵器，听候主人发落！发落？刚才是谁躺在地下等着发落？不是我们吧？哼，奶奶的，这灵鹫宫处处透着邪门，老子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大本事！好，那今天就成全了你们！快追！
发作了，没有童老的解药，他是必死无疑呀！使不得！我好了，我身上的生死符解去了。恩公在上，请受在下一拜。哎，这可不敢当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啊！哎呀，求恩公给我破解生死符！哎，你们都起来啊！快起来啊！你们都起来！徐先生，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们吧！啊，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们吧！啊！大家不要再吵了，不要再磕头了，咱们就请虚竹先生戒毒救命吧。主人答应给你们解除生死符，那是他老人家发慈悲。可是你们大胆作乱，害得童老离宫下山，在外仙事。你们又来攻打缥缈峰，害死了不少姐妹，这笔账又如何算？这位姐姐说的对，我们罪孽深重。虚竹先生，我们甘愿受到你的责罚。我。收阵！老四，我挡着他们，你去接公子和王姑娘出来。好。休想！怎么还不走？走不了了，军门被封死了啊！甘受虚竹先生责罚，甘受责罚，甘受责罚，甘受责罚。竹简姐姐，你说该怎么办啊？这些都不是好人，害死了军天部那么多姐妹，非叫他们偿命不可。哎，姑娘，我们做错了事，现在已经是后悔莫及了。求姑娘大人大量，向虚竹先生美言几句，美言几句。这些朋友要来攻打缥缈峰，小弟一直极不赞成。只不过说干了嘴，劝也没有什么用。现在小弟要向仁兄讨个差事，就由小弟来责罚他们一番，如何？啊，好啊，段公子，你是读书人，懂得道理多，你肯出面料理，小僧感激不尽。好，众位所犯过错实在太大了，在下定的罚则一定不轻。第一，大家必须在童老灵前恭恭敬敬磕8个响头，忏悔前非。磕头之时，倘若心中咒骂童老者，罪加1等。这条罚得好。别说800个都行啊！第二，大家必须在军天部诸位死难姐姐的灵前磕头，默念忏悔，还得在身上披块麻布，扶丧致哀。我们一定照办。第三，大家必须永远臣服于灵鹫宫，不得再生异心。虚竹先生说什么，大家便得听从号令。不但对虚竹先生要恭敬，对灵鹫宫的姐姐妹妹们也要客客气气，化敌为友，不得再动刀动枪。倘若有哪位不服的，不妨上来和虚竹先生比划比划，看是你厉害，还是他高明。段公子定的3条法章，我们一一照办。段公子给我们定的惩罚简直太便宜我们了，不知还有什么吩咐？没有了。在下定的这3条法则怎么样？太好了，谢谢段公子。主人，你是灵鹫公主，不论说什么，弟子们都得听从。你气量宽宏，饶了这些奴才，这是他们的运气。我还有几句心里话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36洞72岛一向是缥缈峰的下属，尊主有什么吩咐，谁也不敢违抗。段公子定的3条法章真是宽大之至啊！尊主另有什么责罚，我们甘愿领受，甘愿领受。在下年轻识浅，只不过是承童老指点了几手功夫，
尊主二字，实在是愧不敢当。我有2点意思，这个也不知道对不对啊，还请各位琢磨琢磨。尊主真是宽宏大量，赦免了我们的重罪，又对我们这般谦和，我们众兄弟愿肝脑涂地。对，尊主有令，教旨吩咐。哎，是，在下如果说错了什么，请诸位不要这个见笑啊。第一嘛，在下出身少林寺，本来是个小和尚。诸位以后行走江湖之时，请不要向少林弟子们为难，这是在下的一个请求啊，不是什么命令，不是命令啊。尊主有令，今后我们众兄弟在江湖上行走，碰见少林寺任何师傅，不可得罪，否则严惩不赦。遵命。在下真的是感激不尽。这个第2件事呢，就是请各位体念上天好生之德，我佛慈悲为怀，今后不要动不动就伤人啊、杀人啊，和气为贵嘛。君主有令，灵鹫宫属下众兄弟不可随意伤人，否则严惩不贷。遵命。在下当真是感激不尽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今后各位多做好事，不做坏事的话，那也是你们自己的功德善业，必会有无量福报的。哎，朱见姐姐，现在事情既然已经平息，那就请你把大门的机关给撤了吧。是。吴先生，你的生死符种在哪里？我先帮你拔除了吧。多谢尊主。哎，吴先生，快请起。对了，你上次那个肚皮上的那个眼下伤，我们不宜多数强敌，再和灵鹫宫结怨，得快去把那2个人叫起来。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把这个毒解了才好。各位，这只是一场误会。走。恭喜兄台执掌灵鹫宫一派。今日在下我等不慎得罪了缥缈峰，好生惭愧，还望兄台海涵，不至以怪罪于我。哪里，公子文武双全，英雄了得，在下很是仰慕。今天一切都是误会，哪谈得上什么罪责呀？那就好，在下还有要事要办，就此告辞，就不多叨扰。走吧。慕容公子，请留步。怎么，虚竹先生有什么指教吗？啊，不，我哪敢有什么指教啊？我只是想，这个想请公子在这儿多待些日子，也好向公子多多的请教。哼，在下知道虚竹先生身怀绝技，但我自命还有些本领，还不至于怕了你。既然虚竹先生想留下我等请教，那么就请你现在出手吧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留下我。不，公子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这个，我这个人笨得要命。我看小师傅留我们是假，要留美人是真吧？
你何不直说，想留下王姑娘呢？你在说什么？这我留什么美人啊？这和王姑娘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个小兔贼，少装傻！你逼迫着大大小小110名女子做你的妻妾情妇，还嫌不够啊？你竟敢打我家王姑娘的主意！我告诉你啊，王姑娘是我家慕容公子的人，你癞蛤蟆莫想吃天鹅肉，死了这份心吧你！我没这个意思啊，我们走。哎，公子慢走。怎么？阁下还想亲自指点几招吗？哦，不是，这个我，哼，走。哎，王姑娘，段公子，再见了。是，再见了。哎，不，王姑娘，我还是跟你走好了。尊主，要让他们就这么下来缥缈峰，咱们多没面子啊！请尊主下令拦截他们。不用了。我真是搞不懂，他为什么忽然之间生这么大的气？我。兄台，你我是同病相怜呢。同病相怜。哦，段公子深爱王姑娘，却又不能和她相伴，正和我跟梦姑一样啊。段公子，你又是怎么知道我跟他的事情啊？啊？你随身都带着王姑娘的画像，这份情谊谁还看不出来呀？啊，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这种事情堂堂正正，情之一物，只讲缘分。这一别之后，只怕无缘再见到了。兄台，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呢。是啊。佛说。万法缘生，一切都讲缘分。没错啊，那缘分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！一别之后，茫茫人海，到哪儿去找去啊？仁兄啊，我呢有位义结金来的好兄弟，姓乔名峰，他是个大英雄，真豪杰。不管呢是武功还是酒量，无双无对。你呢见到了他也会佩服他的。只可惜啊，他现在不在这里。要不然呢，我们3个结拜成兄弟，真是平生快事啊！段公子，你要是瞧得起在下，我们就结拜为兄弟如何？日后碰见乔大哥，我们就再拜一次。
兄台今年多少岁呀？说来惭愧，虚度24。啊，那就比我大3岁。请受小弟一拜。我也拜。拜。两位姐姐早。主人早。主人，请漱口。哦，好。哎呀，这挺好喝的啊。啊，主人，这……哦。没见服侍主人穿衣啊，不用，哎，有劳二位姐姐，这个更衣呢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哎，我三弟呢？就是段公子，他去哪儿了？啊，段公子已经下山去了。临走时让奴婢禀告主人，说等主人把灵鹫宫中诸事安排妥当后，请主人赴中原相会。哦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衣服呢？主人昨晚醉了，是我们姐妹服侍主人更衣的。啊？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这个酒戒啊，是佛门第1戒，以后还是少喝为妙。我恐怕连洗澡都给忘记了。主人昨晚醉得不省人事，是我们姐妹服侍主人洗澡的。什么？对呀，是我们帮主人洗澡的。啊！哎，坏了！哎呀，大事不好！哎呀，我是个男人，在你们2个女人面前赤身露体的这个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罪主人过，出什么事了？罪过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出去！这衣服我自己来穿，你们以后不要管我了，我自己穿就行了，用不着你们管我。哎呀，快走！你们快走，我自己穿。两位姐姐，你们怎么了？你们哭什么呀？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，得罪你们了？主人要我们姐妹出去，不许我们服侍主人，一定是讨厌我们了。哎，不是，哎呦，哎呀，我说什么好呢？我这个人也不太会说话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说也说不清楚。这个呢，我是个男人嘛，你们是姑娘，男女他，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他。好，我不责怪你们了，你们起来吧，我不责怪你们了啊！你们回来吧，啊，来，回来吧。那我们帮主人更衣洗脸。啊。怎么样？哦，不错。主人，灵鹫宫后殿石室中有数百幅先主留下的图像，奴婢曾听姥姥说，这些图像与生死符有关。我们带主人去看看吧。
这里面便是石室，婢子们不敢擅入。哎，为什么呢？里面有危险吗？啊，不是有危险，这是本宫重地，婢子们不敢擅入。啊，没关系，一起进来吧。这道这么窄，站着多不舒服啊！走。主人，姥姥仙逝前曾经对我们姐妹们说，如果我们专心练功，又不犯过错，到我们40岁时，就许我们每年到这石室中一日。但是那是20年以后的事了。啊，还要等20年啊？到那个时候你们都老了，还练什么武功啊？一起进来吧。谢主人。这是天山折眉手。主人，咱们还是先看假衣图吧。两位姐姐，两位姐姐，你们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主人，我们功力低微，不能看这里的图形。我们在外面伺候。两位姐姐，两位姐姐。多谢主人为婢子治伤。好端端的，你怎么说你受伤呢？主人，这些图谱上的武功太深奥了，需有深厚的内功为基础。婢子们自不量力，照着假衣图中所示一练，真气不足，立时便走入了经脉岔道。若不是主人相救，我们姐妹只怕就永远瘫痪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可我练了一会儿，反而觉得精神大振了。主人功力深厚，当然不怕了。当时36洞、72岛那些奴才们逼问藏宝时，我们本想将他们引进地道，只是怕这些奴才们一见到石壁图解，那就疑惑无穷了。早知道如此，让他们进来反倒好了。那这样，两位姐姐出去休息一会儿吧。是。
你看，去看看吧。主人，你怎么不高兴？有什么心事，说出来，也许我们能帮你。两位姐姐，我来灵鹫宫已经有3个多月了，我在这儿实在住不惯。主人，是不是我们哪里没扶持好你？啊，不是，两位姐姐误会了。两位姐姐，我怎么说呢？我是个和尚啊，我从小就在少林寺长大，少林寺就是我的家。我真想回去看看。三弟跟王姑娘可能走了，咱们大家也都走吧。今后谁做驸马，跟咱们都没关系了。哎，大先生，你娶了妻子没有啊？段大哥不愿意去做驸马，你可以去做呀。到时候你娶的西夏公主也不错呀。钟姑娘，你真会开玩笑啊！可惜啊，你相貌娇小，不像男人，否则替你哥哥出马娶回西夏公主。我哥哥我是说，替小王子办好这件大事。木姑娘，巴斯空，咱们这就去吧。好。木姐姐，你答应去了？哎，在下姓段，名玉，是大理国镇南王世子。诸位言语之间，可要检点1、2。我这个样子，真是羞死人了。你什么样子我都喜欢。你说的好听。你先去换件干净衣服，我们再去西夏皇宫。慕容公子，表哥，是表妹和表妹夫啊。慕容公子是要去西夏皇宫吗？段公子也要去吗？是。你不是有表妹雨嫣了吗你？公子你误会了，我这辈子有了雨嫣，别无他想。我们去西夏皇宫，是因为我义兄还有几个朋友在那里。段公子和我都希望你早日娶到西夏公主。段公子真的不跟我争当西夏驸马了？我不跟你争西夏驸马，你也不能来争我的燕妹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当然，那我们得快点，别让你那个妹妹替你去争当西夏驸马。我妹妹，她已经女扮男装替你去皇宫争当驸马了。段殿下，你怎么了？你都知道了？也没有都知道了，不过看你这个阵势呢，也知道1、2了。哎，段殿下，可真是为难你了。你倒好，不声不响的跟着王姑娘走了，却叫我在这滥竽充数。好妹子，这件事情说来话长。我被人投在一口枯井里面，差点活活死在里面啊！啊，你没受伤吧？我看你脸色不大好。哎，王姑娘，
那边吧。好。殿下御史，诸位家客远来，清凤阁惭愧没有好茶美点款待，实在是怠慢了，请诸位随意用些。嗨呀，你们西夏可真啰嗦，还是让公主快些出来吧。等诸位用过茶点之后，公主殿下另有御示。哎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公主既然有命，我们还是遵从的好。我吃。我可是遵命吃了。你现在请公主出来吧。是。大伙快点吃，加把劲儿！来，吃。来，干！这回该行了吧？公主殿下，请诸位家客到内书房观赏书画。哎，书画有什么可看的？画上的美女能有真人好看吗？摸不着、闻不到，都是假的。这就好了。公主让我们到内书房去观赏书画为虚，考验文采试试。像宗赞王子这等粗野陋妇，懂得什么诗词歌赋？公主殿下有谕，请诸位女扮男装的姑娘们，已遇不惑之年的先生们都留在这里休息喝茶，其余诸位家客请到内书房。非也，非也。请问这位先生有何高见？高见是没有的，低见嘛，倒是有一些。我猜想你一定会问，请问这位先生有何低见呢？看你这么腼腆害羞的样子，索性我就替你说出来，也就是了。多谢先生。我们千里迢迢来见公主，一路之上历尽艰辛，有的葬身于风沙大漠，有的丧命于狮虎之口，还有的被这个吐蕃王子的手下武士所追杀。到得灵州的10城中，只剩下2城而已。我们只不过是想见公主一面，如今只因父母把我早生了几年，一直在下年过40，一番跋涉都白费了。早知如此，我就晚出10几年了。先生说笑了，一个人早生晚生，哪有自己做得了主的？哎，你瞎折腾什么？公主既然有此谕，咱们听就是了。你瞎啰嗦什么呀你？哎，王子殿下，我刚才这番话原是为你说的啊！你已经41岁了，虽然不是很老，但是年逾不惑，是不能见公主了。我前天刚给你算过生日，你实实在在的41岁了。诸位，要我说，个人的生日总是自己记得最清楚。过了40的就请留在这里，不到40的就请内书房吧。哎，别听他的，我不到40，不到，我连100岁都不到。虽然年逾不惑，但是性格却并非不惑，而且是大惑而特惑。快进去吧，进去以后一定要帮助表哥啊。
要去内书房，必须得经过这道幽兰剑。诸位请。这剑中啊，肯定有铁锁之类的东西，否则不可能凌空走过去的。啊，哈哈哈！好，我先来。当心！当心啊！我就是想露一手，没事，没事。国相之王吧。这里便是公主殿下的内书房，请诸位随意观赏书画。啊，好好好好，哎。二哥，快来看啊！这画上的女子和语言一模一样。这是什么？似乎是我李秋水师叔的武功啊，跟我们灵鹫宫内壁上的武功一样。李师叔是西夏皇妃，她的宫里藏这种图形。一点都不奇怪，但是我李师叔已经死了。哦，哎，三弟，这图形看不得。为什么？这都是极高深的武功啊！如果练功不得法的话，会走火入魔的啊！什么高深武学？少和尚又在骗人！这些图形是看不得的。公主殿下说过，功夫如果不到家，看了它是有害无益的。哼，那如果功夫已经练到家了呢？那就是有益无害了吧？哼，我的功夫可是已经练到家了。包先生，包先生，这里有图形。快看呐！我这儿也有图形啊！是啊，我这边也有。是，
这儿也有图形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！大家不要看壁上的图形，现在咱们身处险地，赶快过来聚拢商议。快跑啊！看了这个图形会着魔的。快，这有魔法！诸位请坐在原地，不要随意走动。快坐下，坐下呀！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快坐下，坐下呀！来，快坐下。把门打开，放大家出去。你抓得我手疼了。我跟包先生说过，这些图形是看不得的。如果姑父不到家，看他是有害无益，可他偏偏就要看。哼，你叫我看，我就偏偏不看；你不叫我看，哼，我就非看不可。这侍女的确曾劝人不要观看壁上的图形，倒不像有意加害。但西夏公主邀我们到这里，到底是什么用意啊？